其實咧 OMM 真係好多靚仔㗎，即係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嚟㗎。不過其實不如問一問大家，其實有冇大家係覺得而家都肚餓㗎？其實我而家都好肚餓㗎，但係咧我都選擇寧願叫外賣，因為咧我哋嚟緊咧一首一首嘅好歌接住落嚟啊，所以我一定唔會行開嘅。以下落嚟咧係我哋另一位朋友路嘅，我哋而家請佢出嚟為大家獻唱。活在分開的死裏，最寂寞的心人靜過來時，沒有你暖聲音，不再似首歌，別了你那個春天，誰在痛苦兩心難安，我帶着情意一絲絲淒楚，許多説話都仍然未講，中間必要遠懷念對方，悲傷盼想再會期望，我帶着情意一絲絲淒楚，許多説話都仍然未講，怕你未忘記如夢眼光，只需看着我再不迷惘。縱不一起，心心都呼應，來行內你也說了相似事情，同述世間的光榮，獲到也等於零，如沒有你以外永在旁邊照應，最愛是你，生命動人因有你，我掛念你，深夜也神秘，想知不覺地日夜算日期，而時日減少你，長得似世紀，仍最愛是你，堅定自持因愛你，縱隔萬里，心跟你飛。今天你請珍重，寂寞你便當代，來甜夢中大地，風吹雨飛，多晚都等你。